台北市有一个80岁老母亲照顾脑性麻痹倒地眠床的后生，照顾50年啊，落尾煞甲一个后生来挟死。法官一审甲伊判刑2年6个月，不过建请总统甲伊特赦。卫福部长赵忠良今表态支持特赦。若总统府是回应讲会继续强化中照，避免类似悲剧搁再发生。若个案还搁伫咧司法庭书未去介入。北市一位79岁老母亲照顾尻床的53岁后生，112年老母亲确诊新冠肺炎爱隔离，烦恼无法度搁照顾，最后发生凌乱悲剧。一审法官考量伊辛苦照顾50年，心中一忝嘛，判刑2年6个月，搁建请总统特赦。卫福部长赵忠良也表态支持。长照是您的责任，请问部长你怎么看这个案子？你支不支持总统特赦？我支持总统特赦。对于这个照顾者的支持，这些替代方案，我们要做得更多。律师分析，大赦甲特赦拢是总统专属的赦免权，大赦是对陈国成的特定罪行，无追溯也无执行刑罚。特赦是免刑无免罪。咱国历任总统伫过去有8摆特赦记录，以前总统李登辉任内，特赦比例倒事件受刑庭特赦人数上侪。司改会指出，过去呼吁爱特赦的对象，主要是往往这个。这个被告其实是一个高龄者嘛，那他确实也非常辛苦，所以这个是制度上在操作上，除非你去修法，否则短期间之内就法律就走到这个地方卡住了。司改会讲，司法有业极限，这件照顾者凌乱悲剧，更加凸显制度问题。面台指出，经济媒体已经报道的10年来几啊件长照凌乱悲剧，当年平均有8件，显示并不是个案。整合医学专科医师孔冠富表示，台湾引进的长照模式，多数载体服务、家访服务，不过资源集中才会当互照顾者休喘。未来要以照顾者为核心来打拼。真的要再思考到照顾者，我们该怎么照顾他？哦，你今天拨补任何的预算给他都没有用，你没有给他实质的这个照顾体系，他就没有办法办到。针对特赦呼吁总统府回应，深深关注长期照护压力所承受的沉重负担，会继续强化长照支持网络，避免类似悲剧。个案目前伫司法定书中，徛伫尊重司法独立，未介伫个案会看司法定书完成了后，才做后手的问题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